Hello， 大家好！11月22號上晝，中華體育真神送中國台球冠軍龔一恒至今未來廣州站喺中山大學南校園體育館隆重舉行。我而家喺活動嘅現場，大家可以見到場面非常之熱鬧。咁接落嚟嘅內容就請大家同我一齊拭目以待。因為佢係一個智慧加技巧加一種思想同埋人修為風度一種傑作。希望我哋更加多嘅青少年會愛上呢種運動，真正最後尾提升自己嗰個個人精神面貌素質，可以為我哋國家為國家爭光。